囡仔愈来愈少，影响的层面是真大。亲像伫日本这20年来，已经有超过8500间公立学校关起来。所以呢，地方政府甲一寡企业就爱想空想芳，有的是甲这校舍换做动漫的场景，若有的游泳池即马已经变做水族馆。校门口全是草，公布栏的相片嘛拢反黄。伫日本企业关园内顶的罗久保小学，10多年前因为高龄化的趋势，学生愈来愈少，最后几十个学生嘛因为同学伤少来转学，剩一间空啰嗦的学校。日本は全体で人口減少局面に入っているので、ここのように小学校が廃校になるケースはこれからたくさん出てく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。罗久保小学不是唯一的一间，过去20多年来，日本人口的老化程度一直增加。目前15岁以下的囡仔只有大约1440万人，敢若占总人口的11.5%。囡仔少，校找无学生。日本政府统计，按2002到2020年，有超过8500间公立学校收起来。学校收起来，咁就是放伫个趴园。县内町政府认为历史超过100年的罗久保小学趴园伤可惜，决定好好利用有历史感的木造校舍，要予伊新的任務。日本はアニメがとても人気で、アニメのプレイヤーのコスプレイヤーの撮影会に使ってもらったりとか、あるいはなんだろうな、企業の研修で使ってもらったりとか。另外一间厝城关幸福市的废弃学校，为予企業2015年改造休閒農場。先生方の駐車場を利用して商業棟を建てました。でこれに、マルシェ、売り場、喫茶コーナー、2階にレストラン。类似的案例，阁有旧游泳池互非营利组织改造水族馆，嘛有教室变做客饭店。不过地方政府讲，改变的成本真高，补贴的经费嘛真有限，干来当地有限的资源，尽力予学校重生。公视新闻徐婉玲编译。